高铁苗栗站係去年12月通車嘅，係全台灣第一架日頭呢高鐵車頭，就係全世界嘅標準嘅綠建築車頭。政府係啲客家泰人苗栗車頭都東道設計，也都看得出有客家元素。做得講苗栗站就係隻觀光景點，不過其實佢嘅選項就係有東道景點，但係大家慢慢去看，慢慢去行。呢下就聽到呢個特派記者陳勸之。從下從高鐵苗栗車頭出發去旅行。祝福你，韓國客莊航票票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年新一代大家來到苗栗鴉片，為了一陣強旅行。因為苗栗啦，去年就有嘅高鐵，所以一下來到苗栗老了，就唔是實在幾多嘅時間未加過旅片呢。大家都知苗栗係客家泰源，所以講來到鴉片，從喺一個苗栗嘅高鐵站就係貴有客家嘅特色。從鴉片嘅壁啊，都有卡燈有銅花，韓國鴉片嘅天內沒有行草編織嘅意象。所以一個苗栗嘅高鐵站係愛有客家嘅特色咯。其實啲苗栗一個客家泰源，唔是講附近嘅沒有遇到嘅景點係同客家有相關。來看，出一個客家園樓，其實一個園樓啊，地度就有遇到嘅場館都有少嘅客家嘅文化同特色。頭東還有講到係強旅行，意思就會講唔是坐車嘅用行嘅就去得到，一下就成成心意來去行了了哦。行出苗栗高鐵站過後，要行至高鐵上路，過行到新港上路就會看到客家園樓嘅哦。這就係2014年在站開嘅客家園樓，呢度有一道過特別嘅場館，就係有音樂館、戲曲館，還有多媒體嘅交流區。主要係希望來到鴉片嘅民眾啊，都嚟入到鴉片，還有了解現代同傳統嘅客家文化。唔單止係一個客家園樓，其實附近嘅沒有整治過後嘅北四海，研究關於整治做一個北四海嘅清水航廊。冇看一個二十條江下一衝無馬嘅，其實都會按部四條，我有3萬鬧嘅水舞表演。如果大家係講想要看一個水舞表演啊，就會抓準時間來嘅。上一下就係啲拜5同拜6，按部嘅7點、8點、9點，會各有一場10到15分鐘嘅水舞表演咯。所以鄉親朋友係講想要看，就會抓準一個時間來。看到一個客家園樓，天天就來跟心意就去看啦，下面就會特別的景點哦，來去。天天愛先行歸新港上路，對頂園樓會對有數片的態度飆車行下去。天天呢搭汽車也做得，差唔多1公里就會看到雲彩樹園的喲。好多人能看到啊，係客家式的建築，也係大家來看到嘅就係一個好老式的建築。一片主要係一個雲彩樹園，我重新再建頭擺特殊語言的現代應用版。大家啲苗栗高鐵一片係好老，有遇到嘅客人。不過啲鴉片其實沒有遇到嘅好多人係講原住民，所以一個場館其實係一個鄉土文化嘅教育館。係個地度其實美國特別咯，有一個拜文昌帝君嘅文昌祠，係個有拜孔子嘅一個太上天。從喺當年苗栗縣政府為到慶祝有考過一個博士係個高考嘅人，如果有一個讀書人開中文嘅拜託，所以按照考過考試嘅人來到鴉片接受大家嘅祝福哦。行出雲彩樹園過後，我先順帶新港路，大概有700公尺。我先左邊，再過右邊，就會看到豐富了解，這就有一個公園咯。哇！大家係咪想講今日想看見亮天天？冇錯，一下先就帶大家來聽同一下。仲有個按手機嘅溜滑梯，就係啲高鐵順風嘅工業鴉片。鴉片唔單止有個溜滑梯哦，但個還有1到3年內做得高嘅東西，做得啲嘅競爭啊競行，所以鴉片真係係最合適，業務態勢來到鴉片行了了哦。好多人你有去過嘅係一個客家園樓，行家有一個雲彩樹園，也下面有一個啲高鐵順風嘅工業鴉片。歡迎鄉親朋友啲禮拜6日，就算講冇視察嘅，也做得行一個太中運輸來到鴉片，嚟到苗栗行了了哦。